敬虔與知足。提摩太前書6章10節，貪財是萬惡之根，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貪財係萬惡之根，呢個係實實在在一針見血嘅境界。歷世歷代以來，唔知有幾多人因為貪財而豪賭，因為貪財而出賣自己嘅人格，因為貪財而謀命，因為貪財而犯罪，因為貪財而埋沒良心，不擇手段。甚至係好多基督徒亦都因為貪財而遠離主，侍奉瑪門。連有啲主嘅僕人亦都因為貪財而墮落，羞辱主名啦。難怪保羅喺呢度特別發出警戒，佢話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箴言1章19節亦都講到，這貪戀之心乃奪得貪財者之命。起初夏娃就係因為貪念而食咗分別善惡樹嘅果子，導致墮落遠離神啦。歷代以來被貪心所殺嘅人數不勝數，實在係我哋嘅鑑戒。弟兄姊妹們，我哋正處身於紙醉金迷嘅世代，到處都充滿金錢嘅誘惑試探。昔日嗰啲曾經藉住萬國嘅榮華嚟試探主耶穌嘅撒旦，今日亦都同樣藉住世界嘅榮華嚟試探我哋。所以我哋應該要效法恩主，多方警醒禱告，去靠主得勝，以主為滿足。正如提摩太前書6章6節嗰度話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係嘅，如果我哋因着主，經常以自己現在所有嘅為滿足，就必定以主為樂，可以免去咗好多愁苦，好似荊棘一樣刺透我哋嘅心啦。而且可以憑信而活，咁樣就好似腓立比書4章19節所講，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，在基督耶穌裏，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挪去我心中對世間財富嘅過度執着同埋貪婪，賜我一顆知足嘅心，等我明白唯有你先至係生命真正嘅滿足，令我能夠喺誘惑面前站立得住，憑信心過敬虔嘅生活。阿門。